位於黃竹坑嘅深灣9號一字形排開，立於深灣旁，正前方係深灣遊艇會，盡顯身份。深灣9號戶戶向南，多數係1000尺大單位，項目仲提供多款複式單位選擇，其中一房複式戶更係同區獨有。深灣9號設計非常獨特，基座建有11間3層高嘅洋房，間隔均為4房，配置花園、露台同停車位，部分另備有平台。而喺洋房之上建有6座住宅大廈，每層設有2至3伙，標準戶採用3房或4房間隔，複式戶嘅選擇就較多，由1至4房都有。景觀方面，戶戶坐北向南，廳房均可享有遊艇會同香港仔海峽景致，單位亦設有露台，增加上景角度。屋苑住客車位充足，同單位比例超過1:1，方便駕駛人士。同時項目鄰近港鐵黃竹坑站，交通便利。屋苑嘅住客會所設有空中花園，供住客休憩，設施一應俱全。深灣9號鄰近多間國際學校，週末前往海洋公園玩更係非常方便。